东部最近接连受海岸海底扩大，伫宜兰哦，阁有一对观察头海岸无仔囝扩大嘛救无回来。伫红头树哦，嘛有死亡的案例，目前是拢个了解死因。日前暗头啊，有钓鱼民众伫宜兰岭卡沙堡发现有海岸跨沙，通报划船队来救援。到的时发现是一对母仔囝，已通知警队协会甲海保署合力抢救，也派出大型的机具，甲2.9公尺长的阿母吊挂到宜兰防疫所，由兽医师来检查。经协会评估，生命迹象尚可，故规划将2只鲸豚带回宜兰动植物防检疫所实施评估。经过鉴定是小抹香鲸母仔囝，兽医师检验发现阿母有严重的空喙，并且发炎失血，活的几率无悬。二月透早决定注药剂甲伊人道处理，因为伊的囝也拄出事，伫阿母死亡了后，判断无法度活落来，也做回人道处理。小只的抹香鲸，它因为才刚脱离。胎盘还粘在身上，那还有一些还在喝母乳的一个状况。那在母体人道安乐死的状况下，那幼体大概也存活不易。假设你把它幼豚放回去，它应该也是就以动物福利来讲，跟国外的现在目前的做法来讲，那就是选择应该还是人道对它是不得已的选择。其实东部海口伫这礼拜以来，常常发现有海岸海底跨沙。二是第当期发现豆腐沙跨沙死亡，二老伫红头树也有一只鲸豚死亡，拢等咧化验死因。专家认为讲，过去东部伫个月了后，海象改变，会常常发现海岸海底大型的鱼仔跨沙死亡，真侪是破病受伤，互大影加重花。呼吁民众若发现，就随通报，互专家来处理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